伫咧彰化县一个56岁姓戴的数学老师，20年前坐摆利用学生下课了后补习的时阵，对国中的女学生下来手来。去年有受害者出面指控，而且提告，检方调查了后，目前知影被害女学生有10个人。落尾按照强制性交等等罪嫌，甲这个老师起诉，而且建议要加重判刑。歪小姐去年7月出面指控，读国二的时阵，和学校4地数学老师利用课后补习的机会，用掠铃也是矫情姿势理由来侵犯，时间有7年遮久。后续一股罪名被害人出面，检方最近侦结，甲这4地数学老师依照加重强制性交这罪嫌来起诉，并且建请加重刑责。利用学生对其信赖关系，为满足自己私欲，基于妨害性自主、强制性交、强制猥亵、合意性交等犯意，对多名未成年学生为妨害性自主犯行。涉案这4地老师，伫2017年就因为性骚扰女学生，互依照妨害性自主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，并且永久来改聘。去年团队阁想要开补习班，被害人烦恼讲有更加侪人受害，才出面来控诉。因来检方调查时发现，4地老师对2003年开始来犯案，就已经知影有10名被害女学生。人本教育基金会讲，将老师藏伫补习班更加难以被发现，主管机关应该落实查核。教育局它必须要积极的去稽核这些补习班是不是应聘，是不是符合资格的老师，他必须要实际的去查核，然后就是实际的开罚。林本也建议家长伫替囡仔找补习班时，要注意是毋是合法立案。歪小姐委任律师讲，4地老师甲这种议员是好人缓刑，希望法官会使判处重刑，也呼吁若有未出面的被害者，会勇敢站出来指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